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。今日介紹一間鄰近康湖居嘅中層單位，700尺兩房設計啦，西式裝修啦，開放式廚房設計，中間有個 island。兩房佈局啦，16,800，租金16,800，車泊樓下。鄰近康湖居，16,800，8個泊車位。有興趣嘅朋友就聯絡我啦，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